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英燕牧师。7月13，回应呼召，传扬主恩。哥林多前书15章20到34节，其中第31节这样说：弟兄姐妹们，我天天面对着死，我敢这样说，是因为我们同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的生命里，我以你们为荣。保罗在这段的经文里面，他来见证他的生命其实也是你我的生命啊。有个哲学家说，我们每天活着是为了有一天我们要死。就像保罗说的，我们天天面对的死亡可能会临到我们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临到，但它却是一定会到，这是真理嘛？有一生必有一死，但我们是信主的，我们是信靠这复活大能的主的，我们不一样哦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们在活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相信主，我们在受洗的那一刻是我们的重生的日子，所以我们有2次的生，却只有1次的死。但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信靠复活的主，我们却是1次的生，却有2次的死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们肉体死的时候是1次的死，但我们的灵魂呢，没有耶稣基督的拯救救赎替我们死，那么将来的审判，将来的审判，死后的审判，这也是真理，一定会发生的。那么没有这一位救赎你的主拯救你，那么可能你又要再一次，而且是永死。叶牧师说可能是因为你如果还没有洗礼，你还有机会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有机会。所以今天保罗就这样说，我们呢，在基督耶稣里死的人很像那睡着的，在20节他这样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的人出熟的果子。出熟的果子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看看那个树上的果子，只要我们看到有一棵芒果树，一棵长出来以后，你可以开始想象了，陆陆续续会开始生很多，有了第1棵就有第2棵，就有第15颗，第20颗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味道跟肉质外表，因着它有这样的 DNA， 后面的就跟着。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，我们就跟着我们的主，我们也跟他一起来复活。保罗很有趣，用这样子水果出熟的果子来代表着基督复活，不只是灵魂的复活，身体我们也要跟着复活。在经文里面还提到，基督复活是战胜死亡，他要做王，要成为万有之首，而我们也能够靠着这一位得胜的主，我们也可以胜过死亡的。只要我们愿意让这一位主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，成为我们的王。所以我们这个被神救赎回来的人，接下来29到34节就讲到，我们要活出那复活的盼望，我们就要持守住我们的圣洁。我们不受那时候哥林多教会他们那时代希腊的2元论，灵魂跟身体是分开，所以他们尽情来放纵，来败坏他们的身体。不是，而是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圣殿，我们应该要保守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不要让神的名受辱。
好不好？我们特别在这永恒的盼望里，我们要知道我们是要负责任的，因为我们不败坏我们的身体，我们不放纵我们的身体，而是谨守我们有圣洁在我们里面，好让我们见证这一位复活大能的主，好来见证这一位在我们的生命中可以启动我们，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。我们因着悔改，我们的高度就会跟神一样的高度。那罪恶中的已经不适合我们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主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从我们做好我们自己的身体，使我们的身体是为主来好好有节制，不管饮食或者是各方面，我们都能够有节制，好来见证这一位是有次序的主，是要赐福于我们的主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差遣你的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使我们活在那个有盼望里。我们所做出来的决定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像你，可以来见证主你的名，使我们能够来宣扬主你，使更多的人也能够在这复活的大能里，使人的生命可以活起来。谢谢主，要保守我们一天都在你的里面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我们今天活出主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我们所做出来的决定可以像主一样，我们可以得胜有余。我们如果喜欢这个节目，欢迎你订阅，也给我们5星级的鼓励跟好评。明天见。